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，改等于同乡。 俩心酸的爱，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温夜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。 祝福，掌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 你做嘛个调试无来呢？你迄唔伫啊？迄体育班个做咧老前母，较紧人听我示范哦哈！你伫不伫爱伊欢喜啊？唔讲你真经太过刺家嘞！你听我很少个时间，就老阿爸听我示范过，你就冇呢？你怎么这样的嘞？ 有希望，哎，你太高出来看我示范，你做嘛叫伊破坏人嘅希望呢？家慈，人来调试嘅啦，你就会调试嘅，家慈。 有事情要同你讲，啊？阿妹啊，歹势啦，那今日父母差做来老太家请他吃饭。歹势嘛係啦。 你也冇對不起阿妹，也冇對不起任何人啊！你對得人自家就好嘞，啊？好。阿妹，你是想問你？乜嘅？你輸得也個婚姻安久嘞，因為你做得安尼，以後就不用睇人咯。敢講，你對阿爸冇一絲絲恨意哦？講以前冇咁多騙人嘞。 我也知道我哋我冇興趣，很多事情都結果完全要靠自家經驗自己。有時間你知道一樣係生存拍殺，但是我認為係邊個自家你哋冇啊？唔過，來的原諒了兩件事，千難錯誤，但是還沒希望我相同。 年齡根本冇識佢阿爸，等到得來喊下到，錯冇啊？好啦，時間喺度啊，唔自然就跌啊，好，好早就睡哈，電波關掉咯啊。
事，你做完了？有吗，伊娜？啊？阿亮，汉杰车没转来时间了，等下日本的朋友做生意转来台湾，阿东大家叫我洗手咯。一天哦，咱们同乡看到咱日本的阿弟啊。喂，怡文啊，事情都处理好了，我过2天就回去了，你不要担心我啊。这次回去啊，不管遭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要在一起，这才是一家人，也才有力量克服所有的问题。是美满，它让我明白这些道理的，它让我顿悟到，家人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。即使拥有再多的东西，失去了家人，就是一无所有啊。来先出去哈。哦。阿珍姐，你看乜嘅喏？冇啦，你去提小所啦？唔是啦，以後若洗下體床吼，洗動槍嘅，唔可以用呢套。家人，我發現吼，我底下老頭牌其實冇強用呢。冇強用？又冇強用啊？你講我底下吼，下場愛你咪慢了嘅冇誒。真嘅呢哦。唔點哦，但其實啊，轉來嘅時候啊，真嘅同羨慕呢。唉，為乜解啊？因為唔邊行我想下美魔嘅啊。其實吼，俺了到咪慢了之後，一起老阿媽子動作我是較好學目標。俺哦，只是老阿媽子學習程度呢。第一擺哦，拄到伊感應哦，叫按到優點，按善良，按熱心，又係人應承受。難怪吼阿妹按想，然後做一件20人嘅模嘢，仲自己按到優點。錯啦，根本嘅許師傅叫我離開，你都要感謝冇伊送機。今年嚟其實班嘅時候會講過啊，唔是送機啦。對人哋一部客人來講，也係咩技術，也係一隻開始。阿爸招睇到20人呢，一下轉來，人家哋哦，前途行開始有對方嘅。佢只是哦，挺個情況去呢，一家幫人做得很圓滿。你先摸下啦，那你試下做錯嘅。好。加油、加盐、加醋，还有要唱歌，来当戏院，永远也得爱用的家人，因为也得爱与谅解，来制作的选择离开也得，明白？多谢你为我老生意的搞到安好，爱心感度，永远为也得保留一对青春有的微笑。不用较强势着诶，没事没事，唔是紧张啦。
事？要满瘾了，你要面秋秋了。哦，迄咩牙包做的啊？唔係成功艱苦哦，我叫都叫出來呢。你要係弟弟幾要離開呢？假哦，我去御花園送牙師啊，我看到一款的包袱，我一貨插頭呢。幾久之前嘅事情啊？差唔多15分鐘左右。15分鐘。你都係送牙去貨插條嘛？當然冇問題啊。唔過唔定啊。阿肥嘛，等我行啊，睇先啊。我嚟看下牙齒多唔多的嘛，唔是做的。啊，錯啊，將係隻安全帽啊。好好好。很幸運哦。安子先呢？本露台的啦，那么弟弟给注意嘛，那就去采买。我聽佢講安子死啦，我位老姨講我，定係架太子會佢托嘅。加油，原諒我咧。黑講哦，你唔會再怪你冇小冇細，那就原諒你。唔會咧，唔會咧啦，我唔會再犯佢嘅唔錯咧，除非人都冇愛我啦。第二本食譜啊，係我一筆一畫親手寫嘅，係我按多年啊研究做出嘅成果老記錄。
送俾你。也唔係對你嘅重要，你要送俾我哦。就以為當寶貴啊，贈送俾我妹啊，我相信哦，你要好好保存佢，好好利用佢啊。你仲係阿爸咧？阿爸冇用啦，到了下，阿個離開亞掉，兩副卡，阿爸就交俾你啦，你要好好照顧亞美老老妹啊！以後要繳費啊！大家都有輪椅背，佢壓樓梯，係小心啊！壓樓梯，一定會親歡喜嘅。一定歡喜嘅，我陪老婆卡給你，絕不依。好。喂，做嘛啦？大眾面出出誒。冇啊。冇。吼，P to P 也出來，還個冇？乜事情啊？我睇字咩？你睇到就冇看到你，又冇講我去嗌啦。誒，這樣多哦，年數就唔拉啦你。原來一件事情，我知道你懂吼。啊，安樣我這種幾點用啥？用他的是成買菜。嘿，馬不知臉長，猴子不知屁股紅啊！看你用的，馬上來讓你獨處哈。我這輪懂腔呢，媽娘的鬼太監呢，3萬沒打給哈，厲害厲害啊！你誰啊？你師傅啊？安坐，來，啊，我叫邊車動車哦。可以哈。啊，你師傅按摩嘅，啊，你師傅可以說千便宜。真嘅啦，什麼？來，我們講係叫咩菜單？我不用嘅呢，啱你3個啦，按住先。嘅條件用咩對應暗號哈？講個乜嘢法？我買你連太味呢，威力十足。哦，安尼哦，威力十足哦。當然啦。阿連師傅，來要給邊個咩講甜冇？來試試看啊！好，試試看啊！安子西哦。安子西，有講用啊，水果專門賣咩傳糖嘅，賺很多錢，識幾多咁嘅冇相關嘅。你做乜咁用公辦啊？我嗱，佢再唔嘅來講，心肝清好呢。因為三四腳撞到，然後佢咩兩個聽數講水果。好啊，同我用區都好嘅，冇見講啦，好排泄呢。我講排泄啊！係盡量我乾咗去買一條菜啊，我請你前面講。等下哈，佢有水果拿去食，你食冇？唔好啦，唔怕啦。好啦，你。哎呦，看唔出來哦，連帶你嘅人緣暗好呢哦。安師哥，你係連開。去。其實我咁講啦，人對人哦，就要用真心啦。嘅朋友要用相同嘅心，拜拜你啊，對嘛？我沒吃過安尼。
说是伊按旧嘞哦，就伊夜机花最冲伊花啦。应该来讲花呀。我冬叫无看天样嘞呢，都想去看呢。如果我开学了呀，我嘅零用钱哦就用枪枪。用枪枪的，按做过。我眼望啦，一拖一出啦，下班我了一家下，来抢你。真嘅啊？哎呦，按好哦。当然咯。哦，你也没学会做马个白痴啊哈？我吃的我们家跟演秀吧，懂奇怪哦。我好想要抢看电影，我在做坏事情。妈呀，我就上起来啊！哎呦，唔咩啊，俺咩两个意思啊？你要抢哦，俺懂也去啊哈，不去白不去嘛。不去白不去。嘿，啊？听我做嘢啊？今日可能啊，很真好啊。跟这个身体有补充呢，跟喊你落台湾时间，你提前打本来哈。我同他讲啊，我准备啊，嘛好啦，补充了哈，好来。妈打电话做了。是啊。哎呦，就是你啦，阿妈，好眼无人哑巴讲法，奇怪呢。唔系奇怪啊，莫讲那款死包东西暗藏哦，又唔腾款，做在怪眼慢。你的谁来你有没有虫啊？两个唔会吵的啦。坐下来啦。阿妹，阿爸刚刚对你做乜嘅？阿爸讲假就，如果伊复查条送的，我咪同多东西搞本日本人都太色啦，所以我防疫啊。阿妹，真嘅啊？阿妹，你冇骗我。骗做嘛呢？哎，就奇怪啦，这次都给熊猫改咯。我做人呀。因为啊，太家你看来做嘛呢？太姐，你嘅心机哦，东冲呢，起来3年松啦，爸爸。哦，太家就弟弟了哦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啊，阿爸讲的啦，是甲打电话就讲的啦。家姐，阿们真欢喜啊，相同的，当然要送阿爸，系嘛？就像阿妹讲的啊，事情的面相哦，只有自家做得给听咩，原谅骗人就会变了自家了呀，那真也相同嘞。哎呦，真好啊，是嘛？太姐啊，歹势啦，之前哦，我对唔好，每次让你发气，歹势啦。唔会啦，阿妹有做唔错嘅地方啊，阿妹变到程度啦，安尼咯。我我妹唔記得咯，哦。倒来没买贵啊？你倒在应用满意啦？那可能当年都在发呆啊，按无聊啊，我以前嘎子高的啊。哎呦！你都在很有满眼哦。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哎，人家现在可是大忙人，已经整整2天没有打电话给我了哎，我有打给他，可是他都不接啊。跟你老爷以前嘎嘞啊？就是没有啊，我才觉得奇怪啊。某之后嘞啊，某听说啊，你那里刚开学呢，要不卡就按某喊，哪有时间接你电话？是。对啊，反正你现在这么闲哦，你就继续打电话啊。好吧，
算嘎子好运，有我这种好朋友。喂，嘎子哦，我瑞美啦，你在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哦，我发现一家新的剉冰店哎，下午没事的话，我们去吃看看。哦，好吧，那就算了，拜拜。哎，怎么了呀？我电话坏掉了。哦，这个臭嘎子，有异性哦，没有人性啊！竟然约了小莲一起去看电影，也不约我一起去。看你这老远约改天后啦。你，都是你啊！每次叫我打什么电话，不打还好，越打越生气。以后的事哦，你少管啊，你把你的事情管好就好了啦。真正是好心好雷金嘛。所以看看，今年张周出来醒个茶，哈。冻感冒。阿蘭，係啊，姑姐，來，坐，有閒哦，有閒。誒，你阿孫你啊？係啊。哎呦，按後面按頭上是個孫你哦。冇，我咩路咧。好。個日來嘅頭本樣嘛？哎呀，乜間捱拉頭本樣嘛？連五朋友都冇教過哦，實在很才過度。唔會啦，唔是小按到。希望係按呐。係哦，弟弟很乖哦。來，阿七婆，唱一次餅乾哈。來，阿姨，謝謝。哎呦，很乖哟，按現在有禮貌哦，哈，弟弟，我那麼個名啊？阿姨喂。哦，阿姨喂哦，阿姨有讀書嗎？係啊，看啊，很乖哦，哈，你找孫女好讀哈，沒無聊哈。哎呦，好黏哦！哎，老師病啊！哎呦，新米哦，請老師倆跟佢病呢。哎，你有咩去老空老師啊？好啊。老闆，我要三色冰。哎，洗碗啊。哎，卡子姐，我知道你正经懂我好嘞。这面看嘛恐怖片啊，行到地內哦，一般的事情莫注意是不是啊？有看到冇看？賠錢貨。喂，你就他們罵你哈，我剛剛因為挑事帶你去看恐怖片嘛哈。牛啊，想要趁機吃我豆腐哈？拜託啦，吃豆腐咧，我講是主角啦，吃豆腐。給你們賣哦，講啲看板嘅事情。哎呦，太馬市場嚟講，我當上看電影，我冇錢，賣嘢。奶奶魚啊？哎，主要係冇啦，還看哦，那貴人多忘事哦。哎呀，我係貴人。我貴妃咧。哎，就把夾地位啦，當然了。干嘛？哎，你不是说要吃刨冰？你看我买来了，快，我们一起吃，快！干嘛？看完电影没地方去，才想到来找我。我现在很忙，没空陪你们哦。哎，瑞美，你做嘛该啊哈？生什么气呀？哦，是因为我跟他去看电影，所以生气哦。哎呦，歹勢啦，因為根本也係小蓮請客啊，所以我不好意思叫你去。黑啦，那麼睡眠，下一拜看電影哦，我們再找你一起去看啊。哼，我才不稀罕嘞！哎，睡眠，你做乜干你啊哈？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忙哈，我们就不打扰你呀。小蓮，對，這有了。睡眠，給是這，哎，咩啊？給
办吼，记得说咯，还冇要用它啦，爱先专业啊。使用希望饼啊！哎呦，希望都饼唔叫无力度啊！我家火力很大，要是很多倍来烧火哎！哎，都在烦什么事情啊？你不懂哎！很笨哦。来做好呀！好啦好啦，你买了碗菜哦。阿东姑，冇事情啊？有乜事情都不卡工作好呀，做嘛要罚钱？好，刚刚不条件。阿东姑打来啊？伊讲有事情啊讲，俺不提我请你食饭。好啊，反正吼，冇买事情啦，出年个的时候咧，你家家去准备啊，吼。去准备啦，唔是讲上啊，下脚掉啦。需要段新的感情嘿，这种人，很从细到大太细来呢，一定所有的事情，包括以前佢跟唔得讲的感情。来同讲哦，阿陈这个点心啊，太你生意全部就爱色了哦。这当然的呀，人家对阿珍姐素养好。嘿呀嘿呀，以后说哦，当以后那个茶行哦，买阿珍这个点心，唔系乱买牙天命嘅茶。阿姐姐，嘉欣，老师讲咩？你等下隔壁哦，一号车，是讲咩？没事吧？没事情。来说，给阿陈姐哦，做得可以嘅哦，专门卖客家点心一点啊。跟来说哦，到时候老外听名茶，平地点样放来卖啊，一定会卖得好啊。外有啲咩做手法，一下咪当流行嘅，平地听到放来卖东西啊。外面说哦，老外听名茶，平地听到放来卖，我一定到时候日本人呢个人啊，我来卖外茶。要上班以后啊，系啊，你等一下，那你写下书。好啊。阿东姑，你做乜嘅？唔係佢點要同家人講，公眾意見我同結婚啊！我係講佢阿母茶米點心也非法啊！做唔得安樣，聽冇？等一下一定要講出來。阿東姑。加油！阿東姑，加油！阿東姑，加油！
哦。啊，做乜闺女的轉緊做？我冇見咗。你到底有冇喺事情哪講啊？家燕，從將來沒有你以後，我等你哦，嗰啲同翻譯，老唔窮他，我嘅神法一重視，一顯步。家燕，你要想老窮他冇？我想同結婚，我希望你20多年啊。阿東哥，我哋唔係只當好嘅人，讓多窮下，那麼真正當歡喜。不過，那一下還冇辦法結束新的戀情，還是？唔係，應該排斥你係啊，我應該同face你，我冇想到我嘅心情，本難比啊。我兩啥係你好朋友，老以前共用啦吼。不過，我希望等準備好，幫我就機會照顧你生命，好冇？東哥。東哥，唔好難過，反正本來就冇想家燕佢一定會答應嘛，所以冇要緊，冇答應咩冇關係，最重要係本佢哋唔喜歡佢啊，還有也喜歡啊我20多年啦。小姐，叫什么？王董，出行部你敢要拿嘉信講咧？有啊，我同佢講，佢冇答應啊。嚇？佢冇答應？我看你幾樣冇水吼，冇做巧哦，是夫婦咧。佢冇答應，我失戀，仲做得一樣不冇水啊。唔放心啊，我冇事情啊，我冇按用表去，我要等有一年家燕做啲結束啦。好啦，剛才聽起心意，還希望哦，你聽辛苦哦。什麼嘢？阿東哥，你也在睇我姑。是哦，你約了他了。哦，好吧，沒關係，那就下次咯。嗯，拜拜。奇怪，除了黑嘎子之外，我就約不到其他的人嗎？難道我的朋友這麼少哦？都是這個黑嘎子啊，沒事哦，每天黏着我，害我都沒有時間交別的朋友。瑞美，快！來，走過去一點，啊！來，試看看阿珍姐最新研發的銅鑼燒冰淇淋。哎，我怕它融化了哈，我一路跑不過來哎。快啦，吃快啊！好吃，真的是人间美味。哎，这么刚你吃了哈？
是你没有尝过的美味耶。来，牛啊，好吃哈。是阿珍姐做的，当然有一定的水准啊。哎，拜托，这个超越基本水准很多很多，好不好？你舌头有问题啊？亏我一路这么拼命的跑过来，就怕你没有尝到这个又冰又热的双重震撼美味。啊，你不会叫那个小莲帮你送过来啊？哎 ，Hanky 做马哥啊，我们姐妹要 girls talk， 男生爱手爱脚的。你还记得我们是姐妹啊？我还以为那个小莲跟你才是嘞。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小莲是男生哎，不能当姐妹。嗯，说的也是哈，除非啊，他就变性。哎，不过别用变性一定吓死人了啦！对呀，大家以为是鬼出来吓人，对不对？7月都过了，还算吓人。那就好好吃哎，好吃吗？要不要来一个？还有，好。看哪里呐？看下冬菇还没冻散吗？有呀，研究都有说啦。因为当年唔免无含那种茶，是都点都天做生意啊。像哎样嘅，那又嘛个机会去交朋友啦。哎呀，那麻烦你了请账。放心啦哈，一切搞稳啊。保证咱吃的又食又乖嘅好身口。唔过最后请账要讲下价花呀。韩国啊，较3万多的啊。对。放心啦哈，唔是小安的，保证满意。那个是安排啊，安吉吧。哎呦，唔知哦，几多等阿冬菇掏心球等我头来我都白咯。好啦，尽量请假啦，请到。你讲好些啊，反正约些下次出来见面哈。要麻烦你哦。有冇去啊？你要不要做点唔去喏哈？我安排好了呢。我以前同公哥誒，我浪費就冇去參加馬相親啊。嚟啦！我啥都冇講，聽到伊那下，用誒，叫張景安嚟呀，人哋嗰一班都唔談嚟咩？沒呀意思啊。冇那麼意思哈，你想那客氣係冇咯？阿東姑。阿妹啊，辛辛苦苦拢用吐露暗摊，现在姨母讲啊，都得看到用掏心球，叫我当孙女的不该那，按简单的事情都做唔到咩？阿妹，你唔係做唔到啦。你跟做得到跟唐爱安排啊。家頭前有講過啦，佢車腿我拖一張唔家己嘅細妹啦，你唔是少啦。阿東哥。那一下還冇拍賣教書新的戀情，係誰？等我，我兩公辦有談到冇啦？啊？好啦，唔講媽仲乜計啊？真嘅咧啊！今日實在阿頭次都安排下，一天都得拖一隻家姐細妹本意啦，好，跟你放心就這樣做啦嚇。然後我做得去。寫成本產喎。做得，實在去。哎，阿頭姐嘛，那樣啦，阿你講嘅相親的事情阿東姑大致咩了？你太做完了蝗蟲就做點錢。我做真辛苦唔會啦，家家明仔提手前到啊，還有阿杜姑大早時就時間時差咧，材料都歡喜嘅。哎，阿妹啊，那今年走順頭去市場嘅時候，我聽人講，春蘭嶼很東去參加嘅東南亞嘅相親團呢。
哦，是这哦。嘿啊，娘哎，伊台中也着提供万年的汉法。哦，我名春兰字啦，我带阿东过去嘛，东南亚相亲团。嘿，阿东哥，爱通我是新娘哦。我个新娘有唔好啊，敢要出台湾的？主要是担心外国的文化语言、风俗，俩种要注意点，很麻烦，知冇？阿妹啊，我冇想到你按开明呢。我当然开明的啊，我就要将你哋按古板讲。我想唔通呢，跟阿师王对你亲好呢，跟娘问下咁讲。哎，东东来啊！哎，阿珍啊，天水海。哦。我一讲到阿师王就安样啊。青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流言的呀，初恋为爱你。中夜抚琴也将起，如是故人须扬起。青山下攀爬高帆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平。玉发将要飞向天。